李俊啊，雖然當局就表明會檢控破壞環境嘅人，但有年青人就話聽晚會照樣到文化中心附近噴漆嬉戲，唔怕會被檢控嘅。有警務人員擔心啦，一旦嚴厲執法，好容易會引起公憤㗎。馮佩樂報導。每逢週末，文化中心都有唔少年青人喺度流連。呢個男仔平安夜當晚都有喺度玩，見到好多人玩得好癲，用噴漆四圍噴。開心啫嘛，玩啫嘛。但有冇諗過日後啲人洗得好辛苦？佢洗得辛苦呢啲嘢佢要做噶啦，本身只不過多啲嘢做，有乜所謂啫？佢話呢一啲唔係反叛，又話被票控都冇所謂。落嚿水啊嘛，唔見咗咪唔見咗咯，再噴。雖然政府準備喺嚟緊嘅大除夕增加人手喺文中心一帶巡邏，發現有人破壞環境，會先警告後執法，但未必對個個人都有警惕作用。拉側邊嗰個，咁我又話你拉埋我，不過隔離嗰又話你冇由幾廿架警車咁翻差館點樣拉噶嘛？警方發言人話：佢哋有足夠人手確保公眾安全同秩序，又話如果有人做出一啲唔適當嘅行為，現場嘅指揮官會決定究竟發出口頭警告、票控定係採取拘捕行動。但喺警方嘅留言網頁就有警務人員話嚴厲執法好難，擔心有可能引起公憤，又話自從今年元旦發生警員同青年衝突後，根本冇部門願意負責檢控。無線電視記者馮佩樂報道。